做冷凍溶脂，你一開始應該要問做完體型會唔會更差？好多人做冷凍溶脂一開始就問錯問題。第一句就問：可以減到幾多啊？可以減少脂肪細胞數量，永久瘦？但係原來做完冷凍溶脂之後呢，可能身形更差㗎。第一個問題，原來冷凍溶脂有個副作用嘅喎，叫做 PAH，即係反常脂肪增生啊！你做完冷凍溶脂之後呢，治療嗰個位置呢，個脂肪唔止冇減少啊，仲會變大添啊！你可能諗呢個係咪好罕有啊？2025年呢個研究顯示呢，發生嘅機會率呢係每455個人呢就有一位啦。但係更麻煩係乜嘢？一旦發生呢個 PAH 咧，係好少方法咧可以改善㗎。第二個問題咧，冷凍溶脂只係減脂啫喎，冇緊緻皮膚嘅喎，所以好多人做完之後個皮膚會好鬆，外觀更差。而第三個問題啦，冷凍溶脂係會比較容易出現青瘀啊、麻木啊或者紅腫咁嘅，呢個恢復期咧都會相對較長。另外，冷凍溶脂可以減少脂肪細胞數量喎，其實咧只係令脂肪儲存嘅位置少咗咋。就算身體脂肪細胞數量少咗，但飲食一亂咧，身體嘅脂肪咧就會出翻嚟啦。呢啲脂肪去咗邊咧？咪塞翻入剩低嗰啲脂肪細胞咯，身形咪一樣會反彈。所以瘦身嘅問題最重要就係咩咧？點樣先唔容易反彈啊？我哋用呢部 OnThePro 1丁溶脂，唔係用冷凍嘅原理，係用熱能，可以同時間做到兩件事。一邊熱力可以直達脂肪層，加熱到47至50度溶脂；一邊咧可以做皮膚膠原增生。皮膚同時緊緻，用熱能瘦身，仲有個好處啊 ！PAH 咧係冷凍溶脂嘅特有反應嚟嘅。以我所知，暫時未有廣泛報導熱能溶脂會出現 PAH 呢個情況。而瘦身最實際嘅問題係咩？唔係減咗幾多啊，係做完之後維持咗幾耐啊？有份研究期刊咧追蹤咗做完安踏療程嘅客人9個月之後咧有冇反彈嘅。而呢個追蹤期咧無需要刻意節食，無需要改變日常嘅活動嘅。結果9個月之後咧仍然冇反彈跡象。所以揀療程咧，第一步之後要揀啲乜嘢啊？係你做完之後更想照鏡啦，唔會更差先啦。我哋做瘦身療程第一步唔係即刻做療程啊，係先幫你做一個完整嘅體態分析，睇下你嘅體脂啊、肌肉量啊、水腫情況，睇清楚先講療程。留言分析送你免費全身體態分析報告。